爱食猪肉的人，就爱加注意啊！今年呢，这猪也是受到天气的影响，所以生了无介偌好势。这供应量嘛，对咧减少。以云林肉品市场来讲，永过呢一天拍卖是差不多2300只，也毋过最近是敢若剩1900多只尔尔。平均来讲，10公斤的这猪肉呢是起到100块以上。市场预计讲，短期内是会维持这款的关价。猪肉大上人员无用咧避讳，但是最近受到毛猪供货量减少，造成猪肉价小起，连带嘛影响到整体买气。毛猪的量就是少很多啊，所以价钱都很高。消费者也嫌肉太贵。所以买的量也会减少，买气也差蛮多的啊。大概差多少？都差2-3成有吧。这个目前季节性的一个影响，在高温高湿的一个天气，当然这个猪只的一个食欲跟饲效上面就会比较差一些。云林市里好讲，受到去年寒冷的时阵含年初，猪仔囝药性对歹，最近天气佮真热这因素，造成目前肉猪的供应量减少。以云林肉品市场来讲，当年7月到9月是猪只供应的小月，但是今年含永过同期比，大概佮减500只左右，造成目前拍卖猪价10公斤超过100。主要今年价格会那么高，主要就是因为猪仔囝吼的育成力无好，造成价小。起起来，安尼。目前的价钱？目前的价钱哦，伫咧全国来讲是101.67，那云林肉品市场昨天的交易价格是在103。云林肉品市场就讲，最近全国的毛猪，逐天交易总价数差不多是19000只，云林差不多有1900只，占全国的1成。但是因为猪仔食的养成需要6个月的时间，最近上市的肉猪袂增加，若搁较活中元节猪肉的需求增加，价格都有可能会搁起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